东西啊，还当工队没有你寄上来，我看他上来爸爸寄嘛个东西不爱，哇，係愛情好食的鹹菜乾呢，又暗好啦，韓國看也用誒，哇，也應該係自家做的哦。就是有個米線，真見到香，我從細到大，真好食。我爸爸自家用呀鹹菜乾切到油誒，韓國老狗肉老強下，韓國我爸韓當細心，一粒的碟俾我食，碟好以後韓愛放到天鑊嘅底度蒸好就係一品非常傳統又好食嘅客家菜鹹菜乾肉鹽。唔過啊，根本嘅數到呀，阿強妹做第哪期來做，哪個一種無腔嘅變化，也係阿強妹就來做阿強妹風格嘅鹹菜乾肉鹽咯。講到呀滷嘅東西吼，真見客家人當聽用嘅講咯，你看客家人出嚟按到滷嘅東西，全部就一定好食。尤其係根本要愛做嘅呀鹹菜乾，鹹菜乾吼，其實佢係芥菜嘅三浦曲嘅，大概就按樣講，因為第一浦曲係乜嘅？第一浦曲吼，啲寒天嘅時節，當到芥菜熟嘅，因為太多嘅，客家人就聽錯做唔得打餸啊，故作愛攞佢利用，攞佢滷鹹菜，人看到好當然，老芥菜拿去曬啊，嗰個用鹽滷嗰個還有沙頭汁，又看到人哋嘅燜鹹菜有冇？燜鹹菜過後，再個攞去曬澡都攞去擠到乾嘅地度，擠到硬嘅地度過後，就變做呀天然嘅二部曲，很多泡菜，再個繼續冰久嘅以後，再個拿出來曬走嘅以後，就做得攞去燙起來，就變呀鹹菜乾呀，就是第三部曲。古時人知道吼呀，芥菜三部曲真係當神奇。雖然吼呢種下當人家都會自家做呀鹹菜、泡菜、鹹菜乾，唔過吼呀下老闆其實咩當好買到嘅啦。唔過阿喬冇行係中意唔卡自家做嘅，因為按你會食到動槍哩，咪唔會按細鹹。好，呀下就來用鹹菜乾嚟做料理咯。我拍東西以前啊，聽說愛本烤箱先必熟，故說愛來做200度來做15到20分鐘，按樣等下人嘅食材冰落去就做得直接熟了。好，一下先來準備食材，高陽老幾冰到呀，太盤嘅度烘，撒下來就係誒鹹菜乾，同大家來提醒一下，像呀高陽啊，我爸爸當接提醒我，那麼嘅高陽好清好唔好食，樣板講，因為那麼嘅高陽當接係用呀。煮嘅姜筋嘅肉，姜筋肉當到乜嘅？08，古上嘅爸爸全部就含嘅片嘅肉，按到200肉，可能要當到差唔多地度。古上清好愛買高肉嘅時節，就去到呀買豬肉嘅蔬菜，同佢講，我愛呢隻鋪位來搞出來嘅肉，按樣肉嘅品質就會行較好。阿喬妹愛親推薦用煮嘅後腳肉拿來搞肉，因為佢就會有當到油化，食起來就當好食咯。好，撒下來就撈呀鹹菜乾，切幼誒，因為也係做肉鹽，古時候做得切下幼的誒。好，撈佢切幼，全部切幼。其實像按樣做肉鹽的東西呀，所有嘅材料就愛撈佢切到幼，按樣食的時節，佢將會用夾到強下，你啲嘅點肉鹽的時節，佢將會較好結下到強下。好，撈佢冰落去。
接下来係呀，葱诶、同蒜诶，未香用，要切到幼幼，再個落去冰落去。好，因為今日做嘅係肉鹽，肉鹽呀底度係冇冰水嘅，因為本件鹽做強下，然之後來冰一粒落到底度。好，落去打落去。好，接下來我嚟做一啲啲嘅調味。先加一啲啲嘅糖，有一啲啲嘅糖會有嗰種當好食咧甜甜嘅味道。接下來，因為好呀鹹菜乾係牙齒家不卡做嘅，我會加一啲啲嘅鹽，因為佢唔辣鹹。跟我用嚟看呀鹹菜乾上來鹹，也係唔愛鹹咯。我啲嘅細時呀，我會拿一啲咧，拿到嘴底度安尼。等一下，看佢有鹹喎，迄講佢當鹹嘅就唔會講加鹽喎。唔過呀，係自家做嘅冇啱鹹，我會加一啲啲嘅鹽，一啲啲咧，好，好，按樣做好以後，然就帶蘇辣唄，然後佢攪攪啊，黏黏啊，像安尼，呀呀。按你壓嘅時間啦，我留入嘅鹽先壓出來，然後佢混合咗強下。好，等下就做得拿去繼續掉一粒粒嘅拿去烤了。嘿咻，哎呀，哈！好，哈，好啦，要知道我哋動態啲冇。其實吼，我代表肉鹽啊，真係愛油辣太烈咯，因為油辣太烈，按嚟佢將會鹽強化。冇吼，你要配配啊，佢就身體嚟跟用解釋。故說我得怕太烈地位，像你看到人嘅鹽酥鹽強用按太烈。好，得好一粒就攞佢冰下來，小口嘅攞佢輕便一點嘅。按用等下就會較加速哦，接下來聽一粒，好，按嚟得，好，好，香用，得好嘅以後冰下去，輕便，好，第三粒。其實假使講吼，你冇想愛安尼疊做一粒一粒的，規片的冰其實咪係做得咧啦。不過我還係知道一粒一粒的安尼食起來比較有形象，較 lady 有冇？好，攞佢得吧，得吧，這個攞佢冰上去，輕便便。好，要找時間哦。然做得啲蛋糕，再個鹽一啲啲咧。胡椒味，接下來就係按呢起司絲落去冰上去，哎喲，等下就會有甜食嘅呀，鹹菜乾肉鹽咯，好呀哈，就留入冰到配上啲度。好，有燒味，按用有燒味以後就做得冰落去，等15分鐘嘅時間，安尼就會好了。韓國啊，講到呀起司啊吼，特別去買從地度買咗來真然係太麻包，不過太麻包冰都帶下，一個禮拜就會上古就懂大送啊。故說阿權會千萬唔做呢件事情，故說我特別買咗來，我就會用按樣嘅細細嘅包裝，佢用老幾老外差唔多2-3日，做隻4粒睇得分，按樣一包一包老幾裝起來過後就老幾冰到冷凍，前1日2-4的時間再個老幾拿下來，按你今日就做得食咯。韓國生下來啊，要純的肉鹽按用嘅神哦，唔是少，按做得來準備一隻按用嘅蝦貝，留純的肉鹽全部裝到底度。哦，迄假使講你係甜公魚愛用嘅，你就不用到冷藏。甜公魚，看吃掉哪一陣，也係講點肉鹽，全部就做得。
希望银行上的较久的会将来整，就做得老几变到冷冻，下一摆就做得色，就唔是按麻烦。故所以下出老爷的气死韩国用嘢，哪你去冷冻了？耶，好了好了，我嘅咸菜乾肉鹽已經配好誒，阿佢妹啲也愛提醒大家，愛可以啊配上嘅時節啦，因為當個嘅溫度貴嘅都當時，故所聽說愛生意愛帶有防疫嘅樹立誒，韓國啊防疫嘅貼誒咩愛準備好啊，好呀，下就哇，都香呢，哇，老給拿出來，關貼。好，哇哇哇哇哇！好，看下蛋糕嘅气势真勁當上癮呢。故上我聽錯愛打電話俾我爸爸，同佢分享一下，看下阿權妹有幾會做嘅吼。咩嗌啲嘅講？嘿，爸，有看到我冇？有啊。爸，係。你寄來嘅鹹菜剛剛收到了，韓哥你看。你看，我有幾會做，看人我也有幾香誒，做到暗好色暗香，也係鹹菜乾肉鹽，同啲本顏色咧幾種用天火嘅配嘢冇共用哦，阿權妹配嘢咩當好色咯，哇，真勁呢，故所以行我20分呢，行一半我做不卡，再個靠本兒同媽媽食，好啊，跟人家就吃飽嘛，吃飽了。